K 草课康上，大家好，欢迎来自在学藏文。那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仓央嘎策伊咕噜阿爸，仓央嘎策伊咕噜阿爸。那这一集呢是仓央嘉措道歌节选的最后一集。那我们要把上次学习 Sharate 中中 Garbo 的后面2段道歌学习完。那首歌曲就是洁白的仙鹤鸟，里面有3首道歌。那我们上次学习完了第1首，那我们现在把剩下2首学习完。那第2首呢是 Gakarsargi Macha 公于听기내조 총사 청유 미지 점사 최골 합사。那单词来解释的话，Gakar 呢指的就是印度，Shar 呢就是东方的意思，Gi 就是一个属格，Macha 就是孔雀的意思，所以印度东方的孔雀。公于听기내조公呢指的是公部，就是藏地的一个区域，于呢就是地区的意思，听呢是手掌脚掌，那这边就会意指一个低洼处，就是公部。那这边是指川嘛，就是其实是指山谷当中那一个属格。内奏呢指的就是鹦鹉。那冲萨冲云米吉，冲呢是出生的卡器，萨就是萨恰地点，就是出生地。那冲于呢也是出生地。米呢是一个嘎器，否定没有。鸡爸是一样的意思，所以米鸡就是不一样的意思，出生地不同。점사 최골 합사，점呢指的是汇聚相遇的卡器，사就是地点，萨恰，缺就是佛法，콜原本是指旋转的卡器，那这边可以引申为弘扬，就是弘扬佛法。弘扬佛法的地方呢，就是哈萨，就是拉萨，就是它是形容它的一个代词。那接下来最后一段，江马치우 샘쇼，치우江马샘쇼，샘쇼吞巴整那，恰恰헐베 미터。那这里呢是江妈，就是柳树的意思。起乌呢就是鸟嘛，那这里加一个拉，它是拉屯的被动强调，这个切巴波就是主词，它被动强调的意思。那 sam 呢就是心，修就是丢失，那 sam 修丢失了心，意思就是爱慕的意思。那这一句话到底是谁爱上了谁呢？后来我发现就是这2段翻译好像翻的有点不太一样。那如果是以这个拉屯来去看的话，因为它是一个被动强调这个主词，所以它应该是被爱者，所以起乌应该是被爱的对象。那江妈就是主要爱的人，它是主词，那所以就是柳树爱上了小鸟，因为柳树对小鸟丢失了心。那起乌江妈三修，小鸟对江妈丢失了心。那第3句 Sam 修吞吧种呢 Sam 呢心嘛，修丢失，吞呢就是相通一致，吞吧。种是发生了的过去助词，那如果若是就是如果就是丢失了心同时发生的话，就是若是两情相悦的话，恰恰后背米透。恰恰呢指的是大鸟，
后呢是后北，就是进攻的意思。미是一个嘎气，否定。透就是能够的意思，有能力。查查后北米透，就是大鸟呢就没有西风，就是没有进攻的能力。就是表面上的意思是这样，那就是它还有很细致的内涵在里面。就是那我个人呢是觉得，其实单看每一篇的，就是道歌，其实很难去理解他真正想要表达的意思。其实要去学习，就是真正想要去学习这些道歌的话，其实需要把就是尊者他所有的道歌都看过，然后学习过，了解意思之后，才可以明白它里面细致的内涵。毕竟就是如果单看就是翻译的话，其实会很容易理解成为情歌。那其实再回去看原文，然后再回去看整篇的道歌的话，它的内涵其实是很有深的内涵在里面，就是有佛法的概念在里面。那如果就是大家还想要深入的学习的话，可以就是看之后有没有办法可以深入的学习。那我们今天的学习就到这边，非常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下集再续，拜拜。